好，我是阿珍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璇。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江老师好，江老师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这周是4月4号，清明节。清明节哦。对，清明节大家都要节的老师。对，清明节还是清明节？清明节。清明节，来问一下丽蓉跟清璇，这几天有没有跑去菜市场排队要买春卷？有，我排了1个小时去买了4斤半的那个润饼，买这么多？对，因为这个润饼呢，你包了之后，我们当天会吃2餐，中餐跟晚餐，所以剩下没办法，剩下的我们包起来放冰箱冷冻，改天呢要吃的随时拿出来蒸给它那个熟就可以了。哦，可以蒸熟，或者是拿来煎买菜，对不对？对，用来煎也是可以很好吃的。难怪你去排队就买那么多，那我排队1个小时，我就买1斤。现场的那个师傅，他好像魔术师一样，我们都看到目瞪口呆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啊，他的手这样真的很软，对。而且台湾的春卷皮是用面粉做的，老师面粉安怎讲啊？米粉，然后春卷皮。润饼皮，润饼皮啊，那所以我们包这一卷一卷叫春卷嘛。嘿，对，嘿，叫润饼，然后有人讲润饼糕。润饼糕，我倒是真的有听到说润饼糕，老人家他说润饼糕是真的。啊，真的。老师，在台湾为什么清明节的时候大家都爱吃润饼？对，为什么？这个一个风俗讲，即天叫做国语叫做寒食节吼，所以咱物件是做好些，迄天尽量无咧迄个开火，吼，所以物件家做。无开火，就是不要起火，开火嘛。对，开火，迄个起火咧做物件，物件先做好些，那所以物件拢是一寡已经做些物件，家包起来，家迄料包起来。哦，所以就是要吃冷的食物。在台湾每一个家都要包春卷去拜吗？有的人伊会包润饼去拜拜，然后有的人伊讲啊包润饼的时阵吼，迄个惊讲即个物件时间上久的物件会可能臭酸去，所以会去摕润饼去拜，就摕一般咱去拜拜的物件去拜。在我们马来西亚呢，春卷呢就是随性的啊，就是如果说你拜的地方是一个义山，我们说我们那个蒙阿波就叫做义山的地方呢，就比较不会弄熟食去，因为怕会久了之后天气很热，很容易坏掉。那我们就会在灵骨塔的时候就会放了2、3卷啊，就是来孝敬亲人这样子，给他做祭拜这样子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刚讲到春卷嘛。我们看那个台湾的春卷啊，里面包好多东西哦，对，很多菜都是熟食的。对，但老师我看见里面有放那个花生粉。土豆粉那个糖粉，这2项讲较特殊啦。因为台湾人有当讲迄土豆粉，土豆吼，有人讲可以食甲老，所以有当讲哦，土豆有一个灯会烧的迄个讲法。哦，这很特别。灯会烧的是啥物啊？长寿。啊，灯会烧的是长寿所以就假土豆的活老吗？嘿，互你食甲老。智慧生活的999。假土豆啦，假土豆啦。哎，你讲国语就无信。假老啊呢？对啊。哦，好。这跟我们的那个马来西亚那个薄饼哈，就是春卷哦，非常不一样。我们里面是没有放花生粉的，也是吃咸的那种，比较偏咸味这样子的。哦，所以台湾呢，就是会加花生粉，它有加糖粉。对，阮的润饼才会用甜啦。当然有人讲可能较爱食甜的，你看有一寡饮料嘛是甜的咧。哦，甜是什么意思，老师？因为小花有甜分的，哦，甜的。刚刚老师讲那个土豆，我会想到有一个叫土豆啊，土豆是马铃薯。所以那个土豆是花生，对不对？对，花生嘿。那不过阮一直是土洗出来豆啊嘛，阮会叫土豆。咱甲迄个一寡话语讲土豆是无共款的，土豆马铃薯，阮个马铃薯，
哦，马铃薯哦，马铃啊，薯，马铃薯。马铃啊，薯，马铃薯，像我们东南亚人啊，都很会吃，有一种叫做豆荠哦。嗯，三米啊，老师，啊，豆豆荠啊，豆仔荠，豆啊荠，嘿，啊，豆啊荠，豆啊荠是土豆薯，豆薯、骨散那我骨肉，啊，骨肉。哦，你叫古老，那马来文呢还会叫绑关，我们就叫绑关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重复习一下嗯清明节，按他讲清明节，清明节，那扫墓呢？背蒙，背蒙那说背蒙，如果是像那个灵骨塔的话，没有牧场，安那背蒙啊，咱迄个咱讲背蒙是去甲迄个咱迄个祖先迄个墓遐来整理伊的环境啦。那你即摆灵骨塔，你即摆无啊？你嘛是，你着去遐拜拜。譬如讲入去吼，你有看到地藏王，得甲土地公吼，你着甲这两个神拜，咱来出来拜咱的祖先。哦，所以就是也是叫背蒙哦，老师。去拜祖先啊，因啊，为这拜祖先因为哦，迄村塔的啊，变咱背蒙。是嘿是是，拜拜嘛哈，嘿就祭拜拜，嘿就是我们叫拜祭祖先，嘿拜，嘿。拜拜祖我们先。之前带那个东西，先拜拜就好。哦，就是说带东西去，所以带水果，还有带春卷。对，啊，老师，我们来复习春卷。润饼、润饼，润饼的还有润饼皮，润饼皮、润饼皮，润饼皮内还有底就有花生粉，啊它的灵魂，土豆粉，土豆粉，最主要都有一个糖粉的。糖粉，糖粉是糖粉，所以我们要学假土豆，假咖老，食较老的意思。啊嘿，加土豆，加个老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也要复习一下，另一个呢也叫土豆，但是不是花生哦。马铃薯，嘿，马铃薯、是豆薯、豆仔荠，对，豆啊荠，嘿，我豆薯，们的越南话叫骨肉。好，中部南部叫鼓山。哦，对，我们越南有点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5分钟的台语教习到这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什么丁个，上班了。